集會係由學生組織學生嘅舉辦。我哋今日集會嘅主題係面對佢哋一個種族所面對嘅我哋喺呢度作出估到200幾年後嘅今日，迫害仍然會存在嘅呢一個時代，種族被清洗、洗腦、強姦，甚至殺害。面對住排山倒海，正如我嘅父親，正如我受迫害嘅14億人，香港人，請你哋不得氣餒，請你哋不得放棄。香港人為義，因為 G20嘅峰會緣故，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去到日本大阪去遊行。佢嘅意義，你出席先生3日先到50年，喺唔同嘅位置都有個歷史發生。多謝你，先生。同最衰嘅佢比，香港係最衰，為義做人係最好。一步就係剝奪佢哋參與遊行集會嘅權利。I think that basically we're all fighting against a totalitarian regime. And because of that, we find solidarity in the Uyghurs with East Turkestan. And we don't want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m to happen here, or we don't want China to become this undefeatable phantom. 地方上仍然有一絲嘅自由殘存，尚有一點民讓被禁止，語言被剝奪。中共 Irony and terror。爆炸物品啊！所以你唔可以識燒焊，你又唔可以熱衷為清真寺去籌集資金。日裏邊19號6月19 2017年到6月25號2017年，遠高於我哋呢一刻香港人遭受到嘅壓迫。但係到咗今時今日，有唔另外，我哋亦都請到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先生作出分享。病啊！我覺得呢個係最離譜嘅講法。咁變成咧，如果你喺外邊嘈喧巴閉咧，佢嘅裏邊嘅分數咧，就自然會。